箴言和合本第23章1至35節，你若與官長坐席，要留意在你面前的是誰。你若是貪食的，就當拿刀放在喉嚨上，不可貪戀他的美食，因為是控人的食物。不要勞碌求富，休仗自己的聰明。你豈要定睛在虛無的錢財上麼？因錢財必長翅膀，如鷹向天飛去。不要吃惡眼人的飯，也不要貪他的美味，因為他心怎樣思量，他為人就是怎樣。他雖對你說，請吃，請喝，他的心卻與你相背。你所吃的那點食物必吐出來，你所說的甘美言語也必落空。你不要說話給愚昧人聽，因他必藐視你智慧的言語。不可挪移古時的地界，也不可侵入孤兒的田地，因他們的救贖主大有能力，他必向你為他們辯屈。你要留心領受訓誨，側耳聽從知識的言語。不可不管教孩童，你用杖打他，他必不至於死。你要用杖打他，就可以救他的靈魂免下陰間。我兒，你心若存智慧，我的心也甚歡喜。你的嘴若說正直話，我的心腸也必快樂。你心中不要嫉妒罪人，只要終日敬畏耶和華，因為至終必有善報，你的指望也不致斷絕。我兒，你當聽，當存智慧，好在正道上引導你的心。好飲酒的，好吃肉的，不要與他們來往，因為好酒貪食的必致貧窮，好睡覺的必穿破爛衣服。你要聽從生你的父親，你母親老了，也不可藐視他。你當買真理，就是智慧、訓誨和聰明也都不可賣。義人的父親必大得快樂，人生智慧的兒子必因他歡喜。你要使父母歡喜，使生你的快樂。我兒，要將你的心歸我，你的眼目也要喜悅我的道路。妓女是深坑，愛女是窄井，他埋伏好像強盜，他使人中多有奸詐的。誰有禍患？誰有憂愁？誰有爭鬥？誰有哀嘆、或逆、怨言？誰無故受傷？誰眼目紅赤？就是那流連飲酒，常去尋找調和酒的人。酒發紅，在杯中閃爍，你不可觀看。雖然下咽舒暢，終久是咬你如蛇，刺你如毒蛇。見上節你眼必看見異怪的事，或逆。淫婦，你心必發出乖謬的話。你必像躺在海中，或像臥在桅杆上。你必說：人打我，我卻未受傷；人鞭打我，我竟不覺得。我幾時清醒，我仍去尋酒。